俗语讲了好。哎呦，啱啊！嘿，少爷你来啊！哦，你今仔日哪会生意是好无来？啦？无啥好，今日拢无什么人客啦。无咧认真做生意。有啊。我阿爸的。有人客。哦，伊拄则顶阿爸拄则，伊头家伊拄则去迄隔壁迄栋病院啦，吼，互医生看啦。啊，等下应该连伊就转来啦。哦是，我想讲，毋然阮阿爸食豆啊，我买一个便当，这个便当足好食呢，排队排到偌长诶，我特别买来互伊食诶。少爷，你足友好一定爱，阮爸遐听我。无你坐遮等啦，好啦，车坐。啊，少爷，我听讲吼，你最近有去参加迄歌手比赛得第三名吗？真代志啊！有啦，我有看电视啦。真的吗？歹势啊，歹势。啊，规地吼，即马嘛无人客啊。无你要唱一条来看嘛？哎呦，你想要听哦？对啊，我就想要听啊。好，我们来唱一个哦，唱一个无共款的哦。紫薇亭，紫薇。倒挂七二十，倒挂七二十，倒挂七二十，七二十，七二十，倒挂七二十。乌龟到倒挂七一块，猪甲粉肠切一半，杂菜面、地瓜汤，拢要来一碗。蒜头少份咸豆油。麻色的尽量叫较济，大卤面、白菜卤，逐项拢好食。粉肠大肠头，点心乌鱼子，豆卵铁肠夹，豆瓜切二十，切二十，切二十，豆瓜切二哇，你嘛是安那？你开演唱会上落来滚滚啊？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哎呦，我甲你带便当来，毋知你食袂？系啊，这间都好食的啦。好哦，好哦，食饭吧。拄则去病院检查身体了呢。之前讲的康复嘛，即马拄腰啊，拄好。来，来，阿爸，头家姐。来，我阿爸你是去检查啥啦？人讲啊，少年转过客，老来低着下啊。最近安尼吼。若去个时放假安尼，鸡皮安尼淡到落去个，哎呀，佮半暝佮行起来搞肉安尼，一暝起来3、4回，我毋知讲你病院检查一下。爸，迄医生是安怎讲哈？这都毋是我咧操蛋。医生看我裂后线来讲，哎呦，彭先生啊，你裂后线生就有够水，佮有够缘投。我规个人拢笑着起来，无代志，小可去运动。我甲你讲，水道头若开开哦，同款是大港伊个呛滚。我若较出力咧，迄规个态度会去啊冲帮你，我甲你讲。我嘛喊过，而且人超过死就剩一支嘴啦。剩一支嘴。讲迄讲搞毋知安尼透死淡嘛，捌听人讲什么粒雨伞，生做水果缘投诶。哎呀，头一个叫人学咯，感觉心情啊不了，是不灵洋。人讲猪吼，全身躯拢会使食，毋过我毋知影猪的摄雨伞会使食，你知无？什么叫摄雨伞？摄雨伞会使食。哇，恁别错一个。好啦，你莫讲这都对不起，食猪摄雨伞。等下人去病院咧休斗吼，人去就拢来啊，定真的啊。来，准备。今日病人有够济。我听未啊？来，我来多吃吃。来食豆啦！来，看要食啥吼？两碗大面，来，一盘乌白切，大面吼，面煮较甜，莫伤软吼，无爱淡味素吼。好，来，幼面吼，莫用粗的吼。好水来。你个做啊好啊，你个来，这速度足紧有啦，足紧哦。卤菜嘛。老人客啊，知影老主顾，阮知影你爱食啥啦。来，你看老店啦，你看起来就是做好食安尼啊。好啦，慢慢来。来，翁诶，我来甲你试啦哈。
来，先看一下。来，恁迄手机啊的电话吼，帮我拍好开。平常时吼，因为我拢有护士啦，恁即摆吼做我的护士，安尼，来看顶悬吼，你的喙唇安尼拍开，嘿袂歹，下骹，伫下骹，我爱来处理一下。来，头家你敢有迄片子？有啦，阮家有啥物家私？你等一下吼。哈，咱家有骗子哦。袂歹，对，你这米单哪有骗子啊？无啊，等下车嘛是会坏去啊，修理啊。懵用啦，来，今晚先来拍婆啊！来，注意哦！靠死人，第一摆看人伫面搭咧扮喙齿的。哇！哎呦，我甲你讲啊，其实吼，我是迄牙科医师，我即摆若是看到有人的喙齿咧拍开，我就会足热情，你的喙齿就是我的喙齿，我的喙齿就是你的喙齿，所以呢，这是我的职业感，这是我的职业感，我的职业病啊，歹势啦吼。我知。我即摆甲你处理掉啊，你会当食饭啊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毋过嘛足奇怪的，我听人讲，迄平常时吼，迄放迄喙齿有无？对啊。拢是爱煮迄肉虾啦，系啊。啥恁翁毋免煮？靠，我都安尼白啊。直接咧，慢是爆，慢喙齿。你直接放起来，安怎啦？讲到这，恁个有错不对啊？安怎？我乃是全台湾第100个麻醉科权威，第1名的麻醉科医生。我有一个称号，大家拢叫我麻那个逼。第一届这10几年来，逐工处理这个病患。对。哦。结果我即马吼，规身躯拢麻，完全唔惊疼。无恁唱看卖。哎呦，唱看卖啦。唔惊疼，唔惊嘛。好，这听我你讲的哦。来，伊是真正袂疼。唔惊疼，唔惊，袂疼，真正唔惊疼，唔惊疼，真正唔惊疼，真正唔惊疼。现在，我麻药退啊，我即马会疼。安尼无紧啦，我们来食。食面哈，食面哈，来。哎呦，这那老的滚滚是安怎呢？一定来。一定安怎？安那，这个要怎咩？少年你带回，我带啊，嘿，看你善过无伴，嘿，但是年底要做老爸咯。我爸，你要做阿公啊咧？真的哦，容易，哇！安尼你嘛做得出来？是啊，就厉害的哦，你的美国，你好漂亮。医长啊，迄外口天气遮尔热，我看迄规身躯寒，我甲你切来吼，好来。零角嘴，无遮大心气。哎呦，你昨暗搁甲我偷食啥个呢？是安怎连这你嘛知啊？鸡卵骨着，你食啥你嘛知？再三叮咛拢唔听话，一天一直喊起来。好啦，我后盖叫你莫食宵夜啦。要改？要改啦，会啦。好多谢医长。哦，你要注意啦，我你会疼死哦。哦，啊，这猎无线都已经整啊，敢若鸡卵，哎呦，安尼嘛知？放了起泡，白炉，佫拢伫咧皮顶头。弟弟大拢知呢。这位医生，这个是假手，安尼你摘会出来啊？望文切，这就是一脉相传。哎呦，厉害！望文切，我说你望着塑胶，望着你嘛有法度。同款安尼我就了解因为啊。丹田的气一直甲这个耳机，同款佫传来我的酒咩？安尼哦，厉害，真正都有厉害啊！吼，是讲这做医生的都有迄个职业病。对啊。啊，真正。够人客来，一定来这吼，来一定来一个。感觉有味啊哈！来，其实中岛时啊，人加较济吼。系啦，变做啦，这一个。看人到底夹道理要紧无？好啊，冇问题啊，会使啊。来，来，请坐，阿看要食啥吼？嘿。哦，啊无想讲食饭正经吼，先来食一个金蕉啦。你即马要创啥？歹势啊！借问一下隔壁的人客。
啊，我杀金蕉出来，当然嘛是要吃，无要算哟。好，唔通，金蕉你想要安怎食？你甲我讲。我就甲你创啥？你要甲我要爆开吗？爆开啊！唔通，金蕉唔是安尼食。来，摕来。金蕉唔是安尼食，哈，金蕉唔是安尼食。金蕉是遮水的物件吼，咱即马吼，我的任务就是爱甲你教金蕉安尼食吼，啊，会使互伊莫受伤，啊，你搁会使食着金蕉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外科医生的职业吼，咱即马就是爱吼为这吼甲切到开吼。哦，是金哎蕉，我是甲金蕉会疼。哦，足水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个焦呢？我刚才哎，哦，医生够厉害。哦，拢无歪去手咧，中稳的嘿，好，啊，手咱拢袂错哈。啊，即摆咧，甲掰开。背开哦。啊，请问这有什么好笑啊？无，伊欢喜啦，伊欢喜啊！伊个咧开刀的哦，开刀啊！哎，这刀法伤水啦，我感哦，觉挡袂掉。哎呦，啊，搁较啊，这金蕉吧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啊，规条安尼摕出来。哦，你们笑，哎呦，哎呦哇！遮水啦，你看，啊，给咱切来啦，吼哦。好，水咧，啊，你我摕来单掉，啊，唔通，哦，这金蕉吼，咱是要吼，即马因为即马这个金蕉有一个空喙，啊，咱即马甲这金蕉搁挺起来，啊，伊这吼空喙吼，伊这空喙搁会好吼，啊，搁袂感染吼，安尼，吼，哦，啊，无伊即马真疼吼，系啊，会听啦，啊，拄啊，你有做麻将嘛？伊袂疼嘿，所以咱即马甲挺起来吼，哎呦，啊，即马吼，差不多上尾一针嘛吼，我哎呦，哇，一尾敢若牙钢共款，啊那个一支啊嘞，好好嘞，一张好好，哇！安尼空喙就生了真水啊！哇，啊是有反动心啦。哦，恁两个讨论起来吼，哎，像咱咧做生意真好呢。过当交到这样好朋友吼，佮有医生来甲恁看病呀吼，哇，这真好。只有两句俗语通形容啦。哎呦，第一句叫做大巴肚的人苦，第二句叫做大肚新娘招翁。哎，拍破过来，来，请，来，两位医师来请。哇！来拄只风采，这情形讲吼，啊，伫咧做生意真好啊，交到朋友，这艺术朋友啊，真好。第一句形容叫做大肚的人苦，赞成这句的人请举手。三对三，好请。所以恁这边三个拢要大肚新娘招翁，对，哎，两个医生拢同款的看法。我较相信你。这边讲大肚的人苦，你解说真伤势。真伤势。哎呦，恁三位一定是经大肚新娘招翁，有面过。啊，因为新娘已经大巴肚，佮招翁，我是感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这厉害呢，叫伊念就对啊啦，听无意思。原来这简单哦。啱。大肚新娘招翁，就是讲伊大巴肚嘛，有囡仔嘛，啊，佮有翁嘛，啊，佮一减二个蒙拉减西裤。哎呦，唔过是招翁呢。对啦，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。我是安尼感觉啦。来，医师你的看法。大肚新娘，都巴肚已经含起来嘛，啊，佮来招翁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招翁后壁还有动作就对了。是啊，啊，算讲大肚新娘吼，已经习惯的，职业病伊会撇性，吼，啊，就一直想要还要安尼啦，还要，跟你这个意思。我我拢听拢无啊。不煞就是大肚佮出招啦。哦，意思是安嘛吼。是啦。来，老师请解答吧。我实在真厉害，大肚新娘招翁吼，伊讲大巴肚，毋过可能伊原来翁无伫的啊，即摆来咱招一个翁，伊有人会当甲照顾，而且巴肚的囡仔出世就有老爸，所以伊有翁。囡仔有老爸，啊，真正是一减二个，蒙拿减四个。啊，另外是讲
大刀还有冷酷，冷酷讲是什么时阵的大刀？有新的时阵的大刀，啊，另外像碰哥安尼嘛会是大刀，吼，因为大刀的人吼，你冷起来其实无偌久个无了讲。个落落去，你一直冷来冷去，其实吼加了工啦，所以有时吼大刀的冷酷迄叫无差啦，啊，或是讲无踩手啦。所以若讲照头啊看啊，这食面个神煞有人会甲你提供一寡意见，真正是一检二顾。所以答案应该是大肚新娘招翁。哎呦，恭喜哇，果然厉害。好来，无论啊，了解两句的意思来拍拍。